再来看去年宜兰县消防局有一个性骚扰案的被害人，因为请假放刁难，后来离职，最近出来定情申诉。前几个月，搁再传出讲，同一个单位的查某消防队员指控分队长开房间门去个困的相片哦。县政府表示讲，这案嘛已经进入庭事，会要求消防局爱好好啊查办。宜兰县消防局搁传出性骚扰案件，一位分队长和女队员指控偷袭。代志发生第3月，伊迄时阵伫个人套房咧困，醒来时阵发现门互人拍开，还有一支手机对伊咧翕相，约出去发现是分队长。被害者当场要求分队长交出手机确实发现咧困的相片。宜兰县消防局伫7月也开性骚扰申诉调查委员会。任何的性骚扰都不被允许的，请消防局审慎的处理。县府表态，任何性骚扰案件拢无被允准，案件已经进入调查流程，要求消防局确实查办。另外，去年宜兰县消防局也标出这场性骚扰案件，不过第一时间，消防局以司法地避嫌无适用性平法，后来搁不要予被害者请假，面对批评县府不当处理，再去到检察院提出定情。诊断他要收住院，要住院治疗，结果消防局在当下的判断竟然是，你应该没有那么严重，甚至还要求说医院端应该要怎么样，看能不能拍到当事人真的住在病院的样子。消防员工作环境促进会指出，宜兰县消防局错误处理造成被害者身心受创，甚至无顾医生的吩咐，要求回去上班。最后当事人只好离职，要求检察院继续调查纠正宜兰县府甲消防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